2月24日感恩之心。我堅信一顆充實的、充滿感恩的心，不會包容那些自負的情懷。當人們充滿感恩，我們的心必然會激發出友善的愛，這是我們所知的最美好的情感。比爾的視覺第37頁英文版。我的助幫人告訴我，我應該做一個充滿感恩的侍酒者，並一直保持一種感恩的心態。這種感恩是謙卑的基本組成，而謙卑是匿名的基本組成，而隱姓埋名是本會所有傳統的精神基礎。他不斷提醒我們將原則置於個性之上。在他的指導之下，我每一天早晨都跪下祈禱，並感謝上蒼3件事：我還活着，我是清醒的，我是 AA 的一員。然後我盡力以感恩的心態去生活，將 C 的24小時戒酒法全部灌注在我的生活中。AA 不僅是我加入的組織，它也是我的全部生活。